我弟姊妹大家平安。安，虽然今仔日是落雨天，大家出去较无方便，但是咱相信，咱两三人的祈祷，上帝有缘欢喜听。所以咱要开始进前，咱备办心，咱要进入咱的祈祷的时间。愿咱的祈祷真做芳芳的祭献予咱的主。要上帝，阮感谢你。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阮今仔日的聚会，甲阮的祈祷的时间。主啊，虽然一人搁伫路人，甚至无法度出门，但是阮知影，主你每一个所在拢甲阮三甲伫地。阮祈祷的时阵，你就要听；阮祈祷的时阵，你就要来成就美好的工。愿意专心全意献予你，将今仔日的敬拜献予你，将今仔日的祈祷摆列伫你的面前。愿你听阮的祈祷，保守阮的心怀意念，也互遐个还未来到教会的兄弟姊妹，无论因伫任何的交通内面，你拢甲伊三甲伫地，将属天的平安甲保护放伫每一个人因的行程中。愿咱的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咱先来用这条诗歌，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来做咱生命的宣告，就咱今仔日的宣告，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顶板，是我的眼光，更是予我受过苦的主。虽然苦天常常围累我。是我的上帝，是我的倚靠，有你同在，我就会得胜。虽然苦天常常围累我，你的向前我不惊挑战，你是我。上帝是我的倚靠，有你同在，我就会得胜。是有主同在，咱就会得胜。虽然苦境常常围累咱，但是咱有主，咱的心就得到开朗。伫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咱足熟悉的经文，咱做伙来读。恁囝仔着我担重担的，着就近我，我要予恁安息。我心内温柔谦顺，恁陪我的担来对我学，就恁的心性就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我特别用红色的字来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咱有重担的时阵，咱爱就近主；愈有重担，愈爱就近主。若有重担的时阵，搁家己担，你就无法度得到安息。所以，咱每一个人，包括我家己，咱拢是爱常常合适就近咱的主，伊他会互咱得到真正安息。特别，耶稣讲：“我的心内温柔谦顺。”咱每一个人常常拢会用客气，还是用咱。旧的我，也是咱的脾气，去对待咱身躯边的每一件代志。但是耶稣甲咱讲，咱爱温柔谦顺。有的翻译是讲温柔谦卑。所以咱若温柔谦卑学耶稣的时阵，咱的担就会轻，咱嘛会当得到安息。所以这个经文，真做咱今仔日早起
的帮赞，毋望兄弟姊妹会当常常来就近咱的主耶稣，互咱的心得到安息。煞接咱要来做祈祷，咱求主来帮助咱，求主帮助咱，咱来认罪，咱常常犯罪。伫头前迄张麻烦头前吼，求主怜悯赦免咱的罪。咱即时求主来怜悯赦免咱的罪，搁来当谢向上帝献上感恩的祭，感恩的祈祷。求上帝感谢上帝每一日会看顾甲保守，咱做伙开喙。哈利路亚，主啊，求怜悯赦免我的罪。主，我是同罪的人，我常常伫罪内面行，我常常无亲近你。主啊，求你帮助我，放开心，互阮较侪来亲近你，互阮的心得到净化，得到帮助。主啊，阮感谢你伫阮生命中所有带领甲引带，阮献上感谢，献求真道祈祷，感谢主，你是阮的主，我们学了你的名无煞，你真做阮生命明白，也真做互阮掠起头的上帝。感谢你，阮学了你的名无煞，阿免。咱下面咱要来为着几项事来祈祷。第一项，咱为着咱家己的家庭，蒙主赐福保守祈祷。第二，为着富强教会会友甲家庭来祝福，为着病痛中治疗的肢体甲家庭祈祷。为咱家庭祈祷上真重要，所以咱较侪时间来为咱的家庭祈祷，为咱的会友来祝福。咱有从祝福，吼，咱嘛会当为咱的会友来有从祝福，为病痛中。患难中的肢体来祈祷，咱做伙开喙。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家庭的主，主啊，是我家庭就你来祝福。阿母你为你所享受的，就是万岁，我的家庭，我的家庭，咱下面会祈祷，煞接为下面来祈祷，为着咱教会甲传福音来祈祷。咱教会已经进入50许年，咱要为这献上祈祷，甲感恩，特别咱感谢上帝引带咱50年的脚步，互咱的教会坚固。咱要求主也祝福咱的教会，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成做为主发光的教会。第二，为着咱的牧者、咱的长职，佮有咱的会友，拢有相相共一统一意向，同心合意来服侍教会，为教会做水的服侍。咱为着这两项来献上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互阮的教会进入50许年，安尼稳定。求你搁较侪祝福伫阮的教会内面，阮教会过去荣耀真大过，荣耀主愿意保守，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合一的教会，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上帝所喜爱的教会。主，阮的教会嘛要成做有影响力的教会，阮的教会嘛要成做一个。帮助
第三，咱要为着台湾百姓会当认捌真神来祈祷，特别伫即个农历7月的时阵，求主掌权、破除惊吓的迷失，祝福台湾的百姓会当归往主，认捌平安的福气。咱真做基督徒实在真有福气，咱甚至已经袂记得讲什么是7月时啊，咱无7月时，因为每一个月、每一个日，伫主内面拢是平安的日、平安的月，所以咱要来为着台湾的百姓，会当来认捌咱的真神来献上祈祷，特别求主将平安放伫即个旧历的7月，兄弟，互咱的百姓起来认捌咱的主，互因拄起遐惊吓。好，咱做伙来开喙，为着咱台湾的百姓祈祷。台湾的百姓来祈祷，主一个人万里，主啊，你是掌权就系主，主啊，你赐主拯救台湾的百姓，台湾的百姓会当来万里，就是个拯救，就是台湾，特别将这个7月是平安的月，来当享受主的同在，台湾的百姓来当享受主你所赐平安的来临，哈利路亚。阮感谢你，你是平安的主，你是阮台湾的主。主，阮们当心伫你的面前，为着台湾，在旧历7月惊吓献上祈祷。阮知影你是赐平安的主，阮伫你的内面无惊吓。阮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百姓，互阮有份伫传福音的即个恩典内面。主啊，阮要将即个恩典嘛要分享，互阮身躯边的兄弟姊妹，也是阮的厝边，也是阮的社区。主啊，愿你帮助阮每一个人，拢有传福音的恩典，特别伫阮教会要搁启动幸福小组的时阵，互阮有即款的气力、智慧、属灵的恩典，甲疼心来邀请阮的兄弟姊妹、阮的厝边、阮所认捌的人。来认捌你，认捌福音，会当行入教会。主啊，愿你成就阮的祈祷，帮助阮每一个人拢朝着传福音的人。主特别伫即个农历7月时，阮要求你将平安赏赐伫台湾即个土地，破除遐迷信、遐迷失，互惊吓离开台湾即个土地。因为互阮基督徒的平安，嘛来影响阮厝边、阮的社区、全台湾，甚至每一个人。主啊，互因会当领受你的平安，领受主你的祝福，愿将台湾这个惊吓的7月完全破除。因为主，你是真光，你是救恩，你是救赎者，你要伫阮的台湾掌权，要成做阮及时的帮助。每一日的帮助，愿献上阮的祈祷甲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来为着咱今仔日2场的礼拜献上祈祷，为咱的牧师为着兄弟有敬虔的心，有团队为咱的主日学查经班，特别咱为着咱提摩太牧区遐青少年，因今仔日嘛是伫7月1的教会咧服侍。特别因伫明仔载会转来台湾，但是天气无足稳定的，咱嘛为因祈祷，互因出入拢平安，互因今仔日伫7月服侍，拢会得到上帝的带领，会当为着迄个教会来祝福。好，咱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你，带领阮的牧师，保守伊今仔日心怀意念，为今仔日所传讲的信心，拢成做阮的帮助。主耶稣，甲较济有各阮的牧者、阮的牧师，互伊伫每一天拢得到主你的保守，主你真做伊时时的帮助，你真做伊的盾牌，真做伊的荣耀，
了，就是所伊讲所传讲的，互阮会当谦卑领受，祝福兄弟姊妹领受你的真理，你的亮光。祝愿着今仔日每一个团队用你的手，就等手术伫每一个团队内面，将提摩太牧区伫7米的服侍已经放你的手。感恩拢是奉靠主你的名求，阿免。主啊，恳求你祝福阮今仔日两场的服侍，特别赐福阮的牧师夏牧师，互伊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诚侪有气力的信息，互阮听的人拢会当柔软的心来受主你的引带，诚侪阮生命的亮光。主啊，帮助阮，互阮有敬虔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甲牧师的教导，互阮伫每一届的学习内面，拢会当得到生命的改变。主啊，恳求你嘛祝福看顾阮每一个团队，互阮每一个团队服侍拢是有果效的。每一个团队的服侍是互相连结的，是同心合意伫主的内面，叫做主所欢喜的服侍。主，我嘛为着主日学，为着查经班，为着阮伫7米服侍遐提摩太青年来献上祈祷。主，你祝福阮每一个服侍，不管伫什么所在，你圣神拢甲阮三甲伫地，也保守遐提摩太这青年伫今仔日的服侍，充满主你的荣耀甲带领，互因明仔载要倒来台湾的时阵，一尽都平安顺利。愿将今仔日的服侍，今仔日两场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最后，请咱做伙起立，咱来奉主耶稣的名来宣告。咱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家，是真理的教会，是较无圣神、大灵兴起基督文化的教会，是活出基督听的健康教会，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是信道灵命丰盛的教会，是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咱佮一摆宣告，你是我的上帝，你家己的上帝。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顶板，是我的眼光，更是好。得胜对不对？阿门。咱继续来敬拜耶和华，上帝已经掌权。我的心，我的后，我的心为我靠。
是，你无有咱才会输。我心会坚定，我水袂雨落，也予我主伊掌管。愿你的荣光搬开诸天，你的荣耀翻过全地。
真心有歌，看遍所有的大路，天顶的万人宣扬，你是弥赛亚。所接，咱来唱是新圣诗，圣诗19首。为着你的天命，为着苍茫的气息，为着万出心来，所受一切的阻碍，天北上的万世上，阿拉请互你尊名，为着大事的敬天，无论美丽虽无比，山水花木和光景，日月星星照光明，天北上的万世上，阿拉请互你尊名，为着你嘛的福气，为着新生的欢喜，使我无关大英雄，有声有影的温强，天北上的万世上，阿拉请互你尊名，为着温暖的家庭，兄弟姊妹陪母情，天顶地树好朋友，关心看顾个温柔，天北上的万世上，阿拉请互你尊名，为着主一大恩惠，白白受赐万人类，心性稳定甲宁静，地球生活甲延续，天北上的万世上，阿拉请互你尊名。大慈悲疼痛的主上帝，献上满满的感谢。虽然外口雨阴落大雨，总是阮确信宇宙万物是你所创造。在风雨的中间，主耶和华你坐伫宝座，你是王，你是掌管一切。所以阮要尊崇，阮要学乐，阮要敬拜。无论伫什么坎站，无论是阮的境遇，当阮牵调伫上帝，上帝的恩就要照你的旨意甲规律来保护、来看顾、甲引带。拜上帝，这礼拜日，兄弟姊妹虽然受雨水所阻挡，总是阮无论伫现场实体，也是伫这个线顶，阮拢要共款献上我的恳求甲感谢。我要同心自责。因为上帝你意爱要伫遐个同心聚会、较无虔诚的人的中间，所以愿阮的敬拜学乐归于主，愿阮的敬拜得到主你的接纳，愿上帝你的听施落伫每一个所在，欢喜同心聚会敬拜兄弟姊妹身上。我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子今仔日，互我赦免我的辜负，亲像我了赦免辜负我的人。无你带阮入去，
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决定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虽然有雨水阻挡，总是咱实体礼拜有缘正常吼。上时咱小等的讲道后，咱有缘有即个异地的祈祷。所以兄弟姊妹，咱备办心，有诶要受服侍的，以及服侍的同工，咱的长老、咱的代祷团、咱的小组长也备办心。人侪人少，拢是专心伫主的面前，恳求上帝赐落恩典甲医治。咱大家心里备办，多谢。这时，请咱做伙来启用启文第15篇上，我来启，请兄姐来引。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以外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主耶和华，阮的上帝，阮伫神的主日，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满心感谢你50年来对富强教会的带领甲保守。今年到目前所进行的各项喜年事工，因为有你的同在甲恩典，拢顺利完成。这一切毋是阮人的能力，乃是你亲自成就。亲像马太福音第19章26节所讲：在人为话，在上帝凡事拢话。主啊，愿阮毋是将荣耀归伫人的身上，乃是将一切荣耀、感谢拢归伫你。因为你是教会的头，也是阮一生唯一的愿望。主啊，今仔日是阿公阿妈节，阮特别为着教会中逐位长辈来感谢你，感谢你透过阿公阿妈、爸母，甲一代一代的信仰前辈，将福音的种子传落来，才有今仔日的教会。求你继续守护长辈健康、平安甲喜乐，也帮助阮做事实的，知影尊敬、疼惜、陪伴长辈，珍惜每一段上好的亲情。求你也互阮教会成做一个跨世代、彼此疼惜、互相扶持的大家庭。今仔日，牧师要用马太福音7章第1节到第6节来对阮勉励基督徒的人际关系，求圣神帮助阮先反省家己，学习无随便论断别人，反倒转用疼心看待身边的人。主耶稣讲：恁毋通论断人，免得恁受论断。求你，互阮有谦卑、怜悯、甲彼此包容的心，建立合你心意的关系。主啊，阮也要为着台湾即马面临超大风雨甲淹水的灾情来祈祷，
求主伸出大能的手，予风雨来停止，保守人民出入平安，也安慰受灾的家庭，使了教业的快乐甲因同在。阮也要为着提摩太牧区的平和7米团宣队来代祷，求你亲自甲每一位同工甲队员同行，保守来回的交通、行程，甲一切服侍拢平安顺利。也愿7米的兄弟透过即摆的服侍，更加经历你的恩典。求你也看顾台湾，伫即个旧历7月的时，无论社会、家庭，甲阮每一位兄弟，拢有你的平安甲保守，互阮无惊吓，乃是因为信靠你来有平安。也求你保守社会安定，百姓心灵拢平安。主啊，求你继续带领阮教会经过50周年以后的每一步，互阮毋定是回顾过去的恩典，更加向前看你所有备互阮的使命。求你照以弗所书3章20节所讲，伊照着运行伫阮心内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阮所求所想的。愿阮的教会一代接一代，拢忠心服侍你，学习自行看耶稣，传扬福音，疼惜厝边，成做社区甲台湾的祝福。诗篇65篇4节讲：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这予人真有福气。哈利路亚！感谢主，俄罗主，愿你继续用恩典做阮年会的冠冕，经过阮手所做的工，阮要将一切的感谢、俄乐甲荣耀拢归伫你。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来讲述上帝的话。今日咱要读的圣经经节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6节。毋通批判人，才免受上帝审判。因为恁用什么标准批判人，上帝嘛会照安尼甲恁审判。恁用什么量量予人，上帝嘛会照安尼量予恁。你若甘担伫看兄弟目睭内的柴油仔，也无注意到家己目睭内有柴箍。你家己目睭内有柴箍，哪会当甲你的兄弟讲，你目睭内有柴油仔，我甲你摕出来？假好的人，家己目睭内的柴箍就先摕出来，才会当看清楚，通甲兄弟目睭内的柴油仔摕出来。毋通摕新鲜的米予狗，因会活过来咬恁；嘛毋通将恁的珍珠迄伫猪的面前，因会用骹吞打。煞接，咱要请男诗班来献诗，献诗的歌曲诗歌是《俄勒我救赎主》。因是煞，今日牧师所要讲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人际关系。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早平安。咱先两个请安啦吼，讲大雨中吼，你有得到平安，甲大家隔壁请安一下。第二呢，今仔日是阿公阿嬷节吼，阿公阿嬷吼，落雨天吼，唔通勉强伊来教会啦吼，到厝。但是咱伫边啊有阿公阿嬷会甲伊讲，阿公阿嬷快乐来来。今仔日这个时间哦，我想到5、6年前啦，咱迄个疫情的时阵吼，迄个禁止到什么程度吼？牧师徛讲台，两个同工伫迄个音控室吼，连圣歌队嘛无，拢用放录影安尼吼，聚会安尼，阮轮流起来5个，会使5个安尼。所以今仔日阁算人济啦吼，无问题安尼吼。因为安尼，咱会习惯讲，人少嘛是咧礼拜呢。因为我拄注意咧看咱的迄个网络吼线顶的，我看有足侪一排几排啦，讲什么人连线，什么人连线，什么人连线。所以无论是伫即个所在，也是伫线顶，咱的礼拜已经无受空间的限制吼。这嘛是咱来感谢主的，因为疫情了，即个科技吼怎规个拢发达起来，大家人无受阻挡。但是嘛无互咱感觉有一个评断，讲都有通线顶我都无爱来做礼拜，因为特别是今仔日的主题啦，基督徒的人际关系，人甲人中间若无实体的接触，敢若用线顶吼，即个人际关系是无够的。所以咱教会兄弟姊妹大家真健康啦吼，无受阻挡，拢会当组织伫遮。今日咱伫即个所在，三甲敬拜主吼，嘛是经历着讲咱即边吼，也无真正有风台咧吼。咱台南落雨落甲比风台较厉害安尼。想着旧年吼嘛，台南就嘛拄着一个大风台，真侪厝吼拢受着损害。咱的青年吼，即阵伫平湖七米伫遐咧服侍，伊嘛差不多即阵要做礼拜。咱的囡仔吼，哇，实在足活力的就对啦。因对拜山吼坐船咯吼，坐船去倒去坐呢？对马沙沟，对将军，透早5点半对才出门，坐到7点，去坐船。沿路哇去到7米，因为遐有一条路线啦吼，伊就是要带你去找咱平湖有南方四岛的一个国家公园。迄个所在是平常时你无法度人到，我伫平湖人嘛极少到。伊即摆一条航线。去停遐小岛，互你去佚佗安尼吼，一直佚佗，到最后一站就是去7米。咱青年吼找到即条线，去小岛佚佗，搁去爬山，安尼欢喜甲安尼。虽然会晕船但是吼，少年人体力好吼，休困就好安尼。无拍算讲，牧师讲，因要开，我嘛对因来呢吼，因为因两工一条航线，今仔日去，搁2日后搁一逝安尼。我就甲咱教会有2位，咱主席的老师啦吼，是迄个玉凤老师甲那艳芳老师讲，我嘛对因行就对啦。我毋是主角，但是阮对因过安尼。坐船细，迄天好天甲热甲，影嘛足大，因为迄阵一定个起风迄个云咧起所以影嘛袂少就对。敢若伫遐一天好天尔，过2天就开始落雨。我迄阵就甲2位老师讲，安尼。赶紧转来，若无转来吼，因青少年到明仔载才有结束。阮赶转来教会侍奉咱的龚校长伊转来主日学牧师爱转来主理我迄阵已经准备好敲电话要互谢牧师讲，我若袂当转来吼，我讲道片拜托你若袂当转来，谢牧师爱徛伫遮，龚校长爱请别人安尼吼。总是感谢主啦。平湖人吼，就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要有加1、2天的活数比，迄年吼，你袂当讲我准备到几点几分到，无迄种高铁的时间就对啦，延1天是足正常的。阮真正拜5，船无要开马沙沟的船讲阮无法度天气歹袂当去，安尼阮要安怎？赶紧爱坐船去哩马公，赶紧
这交通船还佫有开啦，去马公啊，赶紧吼来去机场排候补啊！对下晡2点外坐，哇！阮排落到地吼100号啦，伊100号以后才有轮到阮，啊哪有迄空位遐济100号咧？咱一只飞机那100几个尔吼，啊到要暗已经暗啊，食饭时间啊，大家想的讲吼，搁等落吼，而且无飞机飞来台南呢。迄班次较济是飞去高雄，啊，阮甲义勇校长讲，啊若9点外、10点外坐到高雄，啊若无车能转来台南，啊嘛是都爱住高雄，安尼麻烦啊，归去啊，撤退，啊，走去附近的民宿住一暗，昨昏搁透早，赶紧过来伫机场啊，过来准备，有大先买一张票是要去高雄吼，啊，有是保证讲下当拜六转来高雄就对吼，但是还佫无放心嘛，佫走去台南站的，佫甲伊候补。啊，等啊已经吼要登机啊，剩半点钟要登机啊，你先就爱坐去高雄啊吼。我还宣布讲候补登记第几号，啊头前几号拢无人报道，几号毋知走去倒去啊，就对啦吼。有登记无回复，啊到尾我甲伊讲，啊阮3个3个，伊讲好3个，啊阮甲义勇校长张老师讲，赶紧3个，随登记随换单，退票搁买票，啊赶紧走去到候机室安尼，像安尼安心啊吼。天气搁气象报告讲，歹势吼，台南甲高雄吼大雨啊，大雨关场，啊，暂时无要飞。啊，阮就搁想讲，啊无要飞，到要安怎？毋知怎取消去无？啊，取消去嘛，甲无转来共意思啊。哇，伫遐坐，已经坐点外钟啊，到尾讲有要开放啊，要开放。啊，这关于登机啊吼，啊飞机滑跑道飞起来，到伫咱台南上空讲歹势哈，台南用过迄个云吼，已经无法度人互你降落，迄个标准袂使降落啦。啊，飞机就伫空中搁加坐咧20分啦。感谢主，这种勘站吼，咱的青少年这边拄着，啊是互咱感觉就是讲，毋是嫌麻烦。是咧讲人生有真侪代志，毋是照你计划的，啊，你会晓去适应，会晓去了解，心平常心，知影讲有即款困难吼，毋是例外，常常会拄着。当咱有即款的心交托的时阵，随遇而安，从容应付，你就会当面对所有一切困难的事。啊，这感谢主，咱为着青少年祈祷，因为明仔载换伊要转来，啊，这个时阵吼讲。这个大雨爱可能会落到拜2啦，落到拜2，所以明仔载，这个马刷到这只船会开袂开，下晡就知影，因为伊拢会提早讲。因为马刷到这个航线，伊就是为了观光的嘛，毋是正常的交通线。交通线是讲政府开的，你袂使讲毋开就毋开啊。但是旅游线，我无人去，我就无开啊。啊，我有听瑞平牧师讲吼，即马。啊，佫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爱平湖的交通船有开，啊，因坐船去哩马公，啊，赶紧走去迄个布地线，布地啊，要走布地的线，去坐迄个较大只的迄个船吼，因遐有一条航线，吼，去锁港，平湖的锁港，啊，开到布地，啊，若较大只。伊较无受影的影响，啊，就会当真正开，会当坐100-200个吼，啊，看会当顺势对布地搁坐来锁，啊，要对锁港坐来到布地，家己哦吼，啊，再搁请游览车转来到遮。兄弟姊妹，咱咧为着咱台南吼，啊，伫遮生活足舒适哦，爱感谢上帝呢。遮青少年去遐做工吼，有真好的学习哦，但是这点是上好的学习，交通啊，离岛。会无方便，互因感受到讲人生无有真侪大项代志，拢照家己所愿啦。啊，今仔日伫即个所在，咱伫遮要学习即个课题。牧师也意来讲，通过即个课题，较咱上要紧生活的问题，就是人际关系问题。咱大先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即个顺伫遮
作为同心组织，我要通过登山宝训耶稣基督的教示，来学习基督徒的人际关系。主啊，阮人是血气的动物，阮有主你所享受的灵性，总是有肉体的软弱甲软弱。常常伫人甲人中间，阮所面对的真多的功课，阮爱来学习。愿主你通过你的话，互阮得到提醒，较教导。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因为即摆咱这段经文事实是对第一节吼，到10几节规段的，但是要甲切做2部分，就是第1节到第6节。第1节到第6节，这个主题叫做基督徒的人际关系。事实这个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嘛，毋是讲规个拢讲了，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人甲人中间的批判、的评论、的批判。这基督徒甲人际关系，耶稣用这个专门的主题咧讲到，恁用什么款的量器来量，来做咱的一个生活上的标准，生活上的标准。但这段经文，伊现代台语安尼讲，讲唔通批判人，才免受上帝审判。因为你用什么标准批判人，上帝嘛用安尼来甲恁审判。你用什么量来量互人，上帝嘛会照安尼量互恁。安尼表示讲有一个对等的关系啦。你安怎讲别人，别人嘛安尼讲你。而且耶稣讲的，佫毋若是讲人甲人哦，是讲你用什么款的标准批判人，上帝看你的标准，照你的标准来批判你。意思讲，我伫主人的面前所表现的是，互人所肯定，互人所学落的。上帝嘛同款伫天顶，照你的标准来学落你，来肯定你。但是你若一切所有的事吼，拢是嫌看无满意，拢别人歹，拢我好。上帝讲若安尼，你嘛是即款人。所以吼，咱伫咧社会上，即款的道德假是上济啦。比如咱有讲一句话讲人是非是安怎？就是是非人。你会讲别人吼，你家己本身就是迄个人。所以这个代志道理是真清楚，但是耶稣予咱一个足重要的准则。当咱轻掉这项，咱就会感觉讲较有亏，咱能遵守就对。咱拄则咱的这个慈宝老师咧带咱做唱第一歌祈祷的时阵，有特别提起讲，咱对家己的家庭、咱的亲人有5项的祝福，咱拢印伫周报内底第6页的所在。讲咱平时咧祈祷的时阵，会通用这5项祝福来祝福别人。安尼的意思就是讲，这5项好的品格，这5项好的人的品质，毋茫我有，我的亲人我所疼的人嘛有。伊这5项品格、5项祝福是啥物？第一，祝福人有健康的身体；第二，咱祝福人事业、学业，就是你的工作顺遂兴盛。第三，讲叫做心灵有喜乐，心有快乐，有平安，无看虑，无担忧，无烦恼。第4项，就甲今日咱讲的主题有关系。伊讲爱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真水。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家庭关系若好，人际关系嘛袂介歹。你若甲别人人际关系好，倒来厝，你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嘛好。最后项就是灵命的成熟健康，是第6页，咱常常拢放伫即个所在。毋茫讲咱咧祈祷的时阵，用即5项来祝福人安尼。咱耶稣咧讲的这个事，人际关系是较开阔吼，逐项拢有包括着就对啦。咱人情世事啦、待人接物啦、讲话听话啦，伫即个群体中间，咱要当做一个受欢迎的人啦。这拢真多，但是耶稣只敢若讲到一点，讲到评论人、批判，意思是一定是感觉对方有歹嘛，有无完全你才会批判。这批判成做一个人甲人中间迄个伤害性上大的一个部分。今仔日呢，咱这个社会因为通讯太发达了啊，
较早咱讲人的闲话，讲人的歹听话吼，是偷偷啊讲，哎，我甲你讲吼，啊，你唔通甲别人讲哦吼。即嘛唔是啦，电视顶吼公开讲，啊是啊讲大声，啊讲啊吼好啊，迄变节目咧，你敢知影？啊，咱就干那一个前总统的查某囝甲因翁吼啊婚姻的问题啊，讲一礼拜讲袂了，讲袂了。哇，逐项拢讲。啊，所以哦，即马佫发明一个名词啦，讲毒舌评论，有无？毒舌就是讲哦，你讲我外歹吼，啊讲颠倒收视率较悬。啊，所以这个社会会所引起的迄个人甲人中间的冲突吼，有发生两种原因，一种是吼。有话讲啊无话啦，外歹的话拢讲会出来。第二是吼，讲啊拢麻痹去，啊你搁在你讲，吼，电视节目啦，也是讲遐政治人物吼，伊即马毋惊你讲呢，你愈讲吼，啊我愈唱，我愈出名，吼，我惊你毋讲啦，定我的点阅率愈悬，啊即马煞人讲世界颠倒变啊，世界颠倒变啊，啊咱遐尼即位，咱。无法通讲遐尼济，咱缩小来讲。耶稣并无期待基督徒迄个群体是完美的。耶稣无讲吼，咱即阵奉主的名组织的人是完美的，伊无安尼讲，因为真清楚内面常常会拄着真多误解，拄着问题。但是伊关心的是甚物？意思讲，确实都有人。伫迄个团体中间有无细字的行为，也是讲无细字的话，啊，咱基督徒应该要用什么态度来相对待？伊是甲缩小到伫即个部分。咱即个群体内底，无论是几十个、几百个，咱常常中间有加减，有拄着一寡误解，吼，啊有一寡困难，啊，咱要安怎彼此相待的意思？但伫信仰的大家庭，咱要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式来彼此纠正？意思是讲，明明有人无好势，毋对，什么款的方法是要互伊较好，毋是要毁灭，吼，也是要安尼武力到地，安尼乌烟瘴气。耶稣也是讲，咱出伫什么款的方式，是要互即个群体更较好，错误会当改正。而且也无拄着伤害，安尼是上悬的。啊，所以耶稣提供的方法，大家拢知啦，大家拢理解，这道理大家拢清楚。啊，毋过呢，有时会互人得到误解，就是讲你毋通评论别人，免得受人评论。耶稣毋是讲啊，安尼咱都莫讲啊啦，袂使讲啊，毋通讲。啊，伊的错误咱拢无要讲。啊，拒绝迄个真理甲错，迄个分辨真理甲错误。好甲无拢不管伊，啊，拢搁在一起，毋是？耶稣毋是安尼。耶稣是爱咱迄个出伫迄个处理的心，咱的心意是安怎？顶日我有看到一个图卡，啊，内底有两句话，啊，我放伫遮真好的提醒啦。咱教会即个群体呢，咱有一个理解，完美的教会无存在，无迄个完美的教会，咱是会讲、会行、会笑，啊，会做代志。人甲人中间，咱即群人都无迄个完美，无迄个完美。因为吼，咱还阁咧继续受塑造，是咱都来听道理，都来读圣经，互相劝勉，互相鼓励，互相提醒，是咱彼此拢感觉也无够啦。那完美啊吼，就去天顶啊。啊，所以即句话咧提醒讲。我若看讲啊，这个教会无啥好，啊，我看了无满意。伊讲换所在啦，换教会袂解决问题。你换吼，啊，问题嘛继续，因为迄个问题对你行，问题对你行。啊，所以有人就常常咧做一款讲较咸的话提醒啊。讲有人讲啊，恁这教会无疼心啦，吼，啊，恁这教会吼，啊。拢看悬无看低啦，即间教会啦，歹，逐项拢歹就对啦吼。啊，有个人吼就无客气甲讲啊，讲吼你若离开就无歹啊，安尼啊，你人即个人无伫就袂歹啊。意思讲歹的人常常家己就是迄个歹。啊，所以
这句话，互咱真大的提醒哦。毋是换所在，是改变内底。咱的心有改变，家己有改变，伊即个环境才会改变。哇，这上困难的问题啊！咱一般也是讲啊，你这个教会哦，啊交代无好啦，这个教会唱歌无好听啦，啊，这个教会牧师讲道吼，啊讲了听也无啦，啊换一个啊，啊你嘛共款，这话搁讲一摆，因为你若无改变家己，所有拢在你的无满意啊，所以。这个话甲人提醒讲，上帝呼召咱伫无完美的中间，爱彼此接纳、扶持、学习用听来补迄个气壳。啊，所以互恩典成做教会上水的见证。意思是讲，你讲无听，啊，就是欠听嘛，欠听就爱较听的就对啦。哎呀，拢无人咧学了，无人咧肯定，啊，就是爱加学了、加肯定啦。啊，你交代吼。啊，交代都无够周至，啊，你就较认真诶，啊，较有笑容诶，毋是讲换一个啊就解决啦。啊，所以咱讲内部的改造、内部的修正是上界要紧诶。所以以弗所1章23节讲，教会是伊的身体，是咧充满万物所充满诶。但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有缘会去拄到这个问题呢？咱拢知影。耶稣吼叫咱唔通评论的命令，唔是讲啊，你遐个邪恶、错误，咱拢目睭刻莫插，唔是。耶稣所拒绝的是个论断主义啦。论断主义就是讲好啊歹拢是负面的，拢共讲歹安尼。讲即款的批评者吼，唔是真正照真理、照听心在评论，是安怎？常常是足严的，唔是出伫听。毋是出伫恩典，毋是出伫怜悯，啊！所以耶稣爱咱做一个思考什么呢？咱拢是受评论的一个人，咱拢是受评论的人。咱若去好大去评论别人，你家己就会受更较大的评论。啊！所以政治人物吼，咱讲哇，批评安怎批评嘛，政府安怎应安怎，到尾伊家己互人批论上厉害。因为伊家己做诶都无真正遐尔好，啊，伊讲啊，人讲举那个道德的高度，啊，讲人安怎啊，到尾人诶迄个狗仔就去翕啊，迄即个人啊，你看啊，讲人安怎家己就做啊有够差，有够歹。所以讲人是非就是是非人，咱诶古人拢甲咱讲清楚啊。但有一个立场上，咱一定拢真清楚。主客意味吼，迄个对象就绝对有真侪部分是对立的。一个老师徛伫台顶足严，讲你有作业有写无？啊，你写好，啊，你爱准时来读册，这是毋是老师的责任？但读书囡仔讲，哎哟，我哪会使免来介好啊？吼，啊，老师莫遐严啊，啊，老师吼功课较少的啊，意思是讲。迄个角色常常是对立的，囡仔会讲老师歹，老师会讲囡仔无好。咱社会上常常发生的就是大家甲新妇啦，大家常常要求新妇安怎，但新妇嘛讲啊，这个大家吼啊歹大家安怎安尼？做生意的吼，做生意啦，我咧卖物件。啊，人加趁1箍，我就讲介好啊吼。但是你要买的人讲，啊，你人俗1箍，毋是较好。啊，是我要趁钱，还是你要省钱？这种常常会自然产生对立啦。啊，你若无法度去为对方想吼，永远拢是伫冲突的内底。啊，所以耶稣才甲咱讲，咱人因为有即款天生所拄着的对立的关系，所以咱就爱去较细致。有的人。就是心思意念，就是亲像一个评论人的各种的机器啦。来看拢无看到水的、好的，拢想讲啊，这个歹，啊，这垃圾，啊，这无清楚，啥啊？看的拢是遐个无好的就对啦，啊，水拢无看到就对啦吼。啊，这款人呢，就是讲对别人的态度拢是负面的，拢是破坏性的。啊，伊足兴趣的是看人的歹，啊。这个人吼，头毛哪会安尼？
安尼色度安尼吼，啊，若搁较长小，毋是较水安尼。啊，人都已经开偌济钱啊，你搁甲伊讲较长诶，毋知偌好，那伊就是家底啊，哦安尼。啊，即条衫安怎？什么色较色地安怎？反正吼，目睭一个看，拢是成功，即个歹，即个无好，即个无够额安尼。啊，这就是讲，亲像咧检验故障的机器，迄若叫伊去检验机器，伊根本都检验袂出来。但是吼，即个社会人啊，中间吼，有啥物歹伊拢看会到就对。但是呢，主要咱知影，讲无人啊，无人类有法度人完美做评判。我就拄仔讲，大家甲新妇就是对立的，常常是对立啦吼。啊，头家甲迄个伙计啊，吼。啊，父母嘛有可能，父母甲囡仔嘛常常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啊。啊，即款关系你若无去设身处地，永远拢是对立争论。啊，伊讲哦，人无可能完美甲安尼，只有上帝知影人的心，知影人的动机。也因安尼，当咱有即个理解了，咱就会较客气啦吼，较谦卑，知影讲，有时我的评论毋是正确的，有时我的评论是一面之词，也是我看即面啊定。咱有时捌伫迄个网络顶间，你看到讲有迄设计师，也是讲遐科学家伊设计一个图像，啊，即个图看咧是人，啊，迄个看咧。即个图像看过，对别个看过是动物安尼吼，伊从迄图像会产生一个误解就对啦。啊，当咱有即款的理解的时阵，咱就开始对什么呢？主要说用一个足趣味的比例，足重要的比例。即个比例是讲，你目睭中的刺甲圆仔叉，啊，因为新的翻译无啥相像吼。咱较早台湾话较容易讲的是讲草仔油啦。啊，搁圆仔叉，一个听就随知影，草油啊，吼，一个幼幼啊，倒入目睭内就足刺擦的。啊，圆仔叉是足大颗的啦，吼。啊，现代台语是讲吼，啊，就是目睭内有叉壳，啊是目睭内有叉油啊，叉壳甲叉油啊安尼。啊，当伊圣经安尼讲，你若简单在看兄弟目睭内的叉油啊，也无注意到家己目睭内有叉壳。你家己目睭内有叉壳，哪会当甲你的兄弟讲，你的目睭内有叉油啊？我甲你摕起来。啊，假好的人，家己目睭内的叉壳就先摕出来，才会当看清楚，通甲兄弟目睭内的叉油啊摕出来安尼。啊，即个话看起来是真简单，因为迄个比例差足多嘛。叉油啊是有时看无啥会着迄种的，咱目睭啊一点仔涂刷就不舒服啊。啊，叉壳是安大，拢挡着你头前啊！耶稣用这款幽默的方式提出论断的问题啦。因为你想要毫发无伤，对朋友拄起一个小叉油啊！啊，你目睭有遐大颗叉条的，你哪有可能去甲人叉油啊摕出来？意思讲你家己的偏见，你家己的先入为主的观念都遐尼重啊！你哪有可能甲人一个小小的问题处理掉呢？所以，叉油啊，甲叉壳，人拢有一个倾向，咱嘛是一个心理学所研究出来。讲你常常呢放大别人的缺点，别人缺点哦，你讲啊大，啊，毋过常常哦，家己的缺点甲问题吼，你甲低估去啊，我这无代志啦，无啥啦。啊，别人吼，严重啊吼，啊，你赶紧要甲处理去安尼。咱常常用乐观的角度看家己啦，啊，对别人保持着怀疑的眼光，因人常常因为伫别人身上看到家己的问题，甲因当作箭靶。即句话就甲咱拄仔讲的同款，讲人是非，家己就是是非人。啊，这个人讲话真大声，其实伊上大声。啊，这个人吼。啊，食物件吼，拢无规矩，伊家己上无规矩。所以当你讲别人的时阵，你先会讲着，因为你家己有迄款经历嘛。所以当你家己无好，才去讲着别人无好。啊，所以这个话是咧讲，你用怀疑的眼光，你咧讲别人的问题的时阵，其实是咧讲着家己。所以耶稣爱咱刷开家己目睭的叉壳，意思是讲吼，咱
像拄则咱讲的迄个教会换教会的问题，毋是换所在就解决，是你爱处理家己的生命问题。即个所在，茶苦甲茶油啊，就是生命问题。当你的生命会遐圆仔茶刷开，你发现讲啊，足轻巧的，足清幽的，因为会当拥有清澈的眼光，你才有迄个开朗来帮助别人。意思是讲吼，当咱要去指导别人，咱要教示别人，你要家己先做模范，你要做好，啊，你若做无够，你要要求别人。啊，所以咱嘛，家己有时做父母的，家己拢会有一种安尼较有点仔较欠缺啦吼。就是讲啊，咱要叫囡仔安怎，实际咱家己嘛做袂到。啊，所以处理家己的问题是刷开迄个圆仔茶上重要的第一点。咱需要用对别人的批判来要求家己啦，吼，而且用家己的包容去包容别人，意思主客意味啊。我要求别人的，颠倒是爱要求我家己。啊，我对待家己的态度，颠倒是我爱对待别人。啊，当兄弟姊妹，这经文哦，事实教导是真单纯、真清楚，主要是讲咱爱伫生活中一再去操练啦。道理毋是毋知，是咱生活伫即个大环境的内面，咱是一个有脾气、有个性、有情绪的人，随时伫生活中会拄着。当你家己的心若定，你的圆仔茶无的时阵哦，你看到的代志拢足清气啊，这拢真水、真好哦。看到你啊，看到兄弟姊妹，哇，你这面容真好看，你穿的衫真水呢吼。你头毛今日热了真好看，因为拢会先对水的看，因为你内底无圆仔茶。啊，你若有圆仔茶，逐项拢歹，因为吼你家己先歹就对啦。所以讲人歹的人，真正家己也先想讲，我有可能敢有遐歹。我若讲人10个歹吼，可能我有11个歹。哇，这实在是咱基督徒人际关系上重要的关键。迄个关键就是处理家己较重要，啊，处理家己就上歹处理啊，吼，对毋对？吼，咱处理别人较紧呢。啊，不过这是耶稣爱咱的登山部分，对咱的教导。最后这站吼，有点仔无相像啦。这站吼，耶稣讲到吼，猪甲狗的问题。哎呀，耶稣来突然间讲到这个吼，耶稣想到这个狗，毋是咱厝里的宠物呢。哎呀，你即摆咱兜的狗啊，是毋是比咱的囡仔较疼？哦，安尼疼甲毋知人去啊！吼，我呢感觉，甲遮个青少年坐船啦，啊，都讲要去澎湖吼，啊，要去南方四岛，第一站讲啊奇怪，有人塞2个像婴儿车入来。啊，奇怪，婴儿车都无看到囡仔吼，啊，因为吼，原来内底吼滚啊遮猫啊，伫婴儿车内底，啊，为着要顾遐婴儿车吼，伊甘愿毋无爱入来内底坐，因为吼，迄船啊油吼，婴拢会破来哦，啊，迄船的后壁面有一个大坪啊，因甘愿坐伫遐，因迄动物袂当掠入去，啊，就甘愿伫遐坐。到后来知影讲啊，原来伊就是坐即只。观光船要去其中的一个小岛，啊，伊小岛伊的爸母住伫遐，迄块岛吼叫做东树坪、东屿坪，敢若住20几个人，一块岛敢若20几个人住伫遐，吼，规块岛安尼足自由的。啊，原来即个主人就是带遐猫啊，要转去看伊妈妈，哇，疼惜到偌好诶，偌重要诶呢吼。但是耶稣讲的迄个。毋通甲啊，迄个吼物件吼，啊来等候狗啊，伊个狗啊，毋是咧讲咱厝里迄种啊，咱咧照顾迄宠物就对啦吼。因为伊讲的是迄个野狗，迄伫外面吼啊，会去咬人的吼，啊去伤害别人啊，迄款的狗啊安尼，伊讲毋通甲迄神圣的物、宝贵的物摕互狗，因为迄狗啊毋知影迄个宝贵。佮另外佮讲一句讲，伫犹太人眼光吼，伫迄土公埋咧加棍的迄猪吼，嘛是无清气。啊，耶稣用即个咧譬如甚物呢？咱最后要讲的是讲，即句圣经在讲，毋通摕神圣的物互狗，因为因会过来咬你。吼，咱知影讲
咱即马台湾真侪所在拢注意野狗，因为有人捌互野狗咬甲规身躯咧受伤咧，啊，佫嘛毋通甲珍珠迄伫猪的面前，因会去甲蹲搭，又是毋捌米啊，毋捌饱嘛，伊可能食迄个有通食一点都较重要。啊，你吼新鲜的米啊，甲珍珠，这动物根本都无注意。咱佫讲一项，就是讲是游走的狗。啊，佫是无清气的动物。对伫耶稣的角度来讲，那犹太人袂将献祭新鲜的米，是嘞，无将献祭的米吼，啊来摕互狗仔食，嘛袂将即个贵的珍珠来等伫迄个地条内底。啊，即个圣经节，伊在甲咱讲，咱要安怎对待即个，伊咧讲的意思是，咧讲着一部分啦，就是咱。有时咧传福音的时阵，有个人甲你勒骂，甲你拒绝，啊，甲你抵挡吼。有时咱无必要讲一直遐甜对。有时亲像耶稣讲，你传福音，哦，即个人啊，即个人也无赞成哦，你就站骹地，吼，迄土粉啊，站的，你搁别位啊。意思讲不要在他们对安尼甲因甜对就对啦吼。有伊无认捌福音吼，你硬硬甲宣传颠倒，伊会甲你侮辱，亲像狗仔咧食新鲜的米，也是猪咧打遐珍珠共款。咱知影讲，咱若是地狱伫遐对福音有歧视、侮辱福音的人，等于甲福音廉价化就对啦吼。咱知影讲，对着人有充满坚持、甲耐心，而且。对人的一个苦劝关心，这可能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反应吼。就像上帝对咱嘛真有耐心，但耶稣讲的是讲，当咱若有拄着一款安尼反对对敌的时阵，咱就无一定讲一定爱甜对甲感觉互人侮辱安尼就对。兄弟姊妹，咱看见耶稣互咱即个人际关系的提醒，随时伫生活上咱常常会拄着。咱常常嘛伫教会中间，有时咱看见咯，即个行为无好，即个讲话无好势。咱通常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讲，有时人对顶吼无好讲，有时咱的即个教会体制来讲，你爱报互长老知，互长老去明白即个代志。伊长老伊的身份较超然，一天都会当去做培会，若有啥物误会，大家讲的较清楚。咱的教会的使用拢有安尼呢，讲你若有嫌隙，就爱毋通死过包容啊！你爱去甲报互小会知，互小会通好啊去处理，互两边拢安尼真公平，袂互误会，无人感觉你挖倒一边。即个教会拢有迄个体制伫咧。兄弟姊妹，感谢主，互咱伫遮三甲通过即个短经文，伫遮来做学习。兄弟姊妹，咱即个时阵，咱要来吟首诗。这首诗歌就是赐我自由。咱要准备来为着需要祈祷的兄弟来代祷。咱请服侍同工以及咱祈祷团以及咱这个敬拜团的兄弟，咱准备来吟首诗歌。当咧吟诗的时阵，咱请来到头前，要做伙来祈祷。自由的心啊，请你有需要代祷的兄弟免客气哦吼。虽然人较少，免要客气，到头前来。勇敢到头前来哈！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的交我来不要紧，交我来不要紧。都为求自由，咱要服侍服侍，徛伫头前。何等大，主的心会予我，主的心啊，主的心啊，主的心啊，你伫叨位？叨位就有自由，世间虽有，还佫有欠服侍的兄弟无？
细声继续，这阵要请同工开始为着头前要受服侍的兄弟来为着因祈祷来做服侍。咱音乐开始慢慢过来细声做来吟。咱为着这徛伫头前，这兄弟爱受服侍的兄弟来为着因来祈祷。咱个细声来吟这边，自我自由。感谢红你的名，祝福阮主，伫你面前的兄弟姊妹，你的平安喜乐时候，伫阮遮的服侍兄弟姊妹身，你的快乐医治临到伫阮遮兄弟姊妹中间，你的平安甲扶持、怜悯甲医治、怜悯甲透放，你的祝福大大医治透放伫阮中间，上帝你的医治怜悯伫阮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主，红你的名来祝福所有兄弟姊妹，祝福伫阮你面前，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你的稳定甲听达，是阮甲祝福，你们甲平安，祝福满满伫阮的身上，感谢你，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你。咱请敬拜团过来唱一遍《自我自由》，继续服侍。亲啊，你的到位。再次主的心啊，主的心啊，你的到位，到位就自由，世间随我，路口当当，主的心会互我自由。咱祈祷继续，祈祷继续。哈利路亚，感谢主！这阵奉主的名，为了这兄弟来做服侍的祈祷。别阮的上帝，阮谦卑行到主你的面前。主，阮知影，阮家己有软弱，有肉体上的病痛，也是心款的症状，也是阮心内有软症、有软弱、有烦恼、有忧闷、甲看虑、有焦虑。上帝啊，阮知影，阮家己袂当做甚物，所以阮勇敢到主你的面前。完全的交托，感谢你通过这服侍同工来提名为着阮来祈祷。主，阮确信，当阮专心致意来追求主的时，主你就要伫阮的中间，就要听阮恳求的声。无论是肉体的欠缺、有病痛、有软弱、有心思这个肉体心思的软弱，上帝，阮恭敬一切交托伫上帝你的圣手，求你圣手照你的大权能、大权柄来医治。来透放，来享受平安，来享受医治。拜上帝，阮将这兄弟姊妹交托你，有诶困难，毋是一摆就解决，总是阮要持续恳求、倚靠、仰望，愿主的平安医治临到伫阮中间，见证上帝你是听祈祷的上帝，上帝你是赐恩典的上帝，是你是怜悯人的上帝，你是赐医治的上帝，奉你们祝福。每一位伫主你面前的兄弟姊妹，以及伫线顶无伫阮中间的兄弟，当阮提出恳求的声的时，愿主你也听阮恳求的祈祷。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咱拍拍感谢主，遮济请回座哈，请回座。兄弟姊妹，咱伫要奉献进前哈，咱有一个小小的节目啦哈，就是讲咱伫迄个50周年的时阵吼，咱有特别。教会有制作2块影片，这影片吼，咱迄天是有伫迄个食饭自餐的中间看，因为咱迄个饭桌，佮影像哦，佮插吼，袂讲介清楚。咱是讲吼，足用心做即个影片吼，咱正爱伫礼拜当中佮正式放一遍，等于将即个礼物奉献了上帝意思。伊有两块影片啦吼，一块3分钟的是形象影片。一块是10分钟的，我想讲吼，时间无啥够吼，我想讲咱来放10分钟这一个影片就好。咱请大家安静来看，了后咱吼请接束好无？咱人无济嘛吼，咱伫个影片中间，咱就开始来收奉献。
啊，收刷咱就要献是要做奉献的祈祷啊。好，来，我们现在做那个影片，还有一边来做奉献哦，哈。好，咱团队就好啊，影片嘿，团队。台南中会为了要迎接创立50周年，计划要在刚开始扩展的台南市东区成立一间教会，来成为50周年庆典的献礼。为了回应神宣教的事工，设立了富强布道所。当时候聚会因着空间不大，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借用了仁和幼稚园的场地来聚会。上帝奇妙的安排是在那一年，有一位神学生叫王忠信牧师，他受派来成为这间新开拓教会的传道，建堂也同时在开始。在开拓的时候，从无到有，他的父亲王寿禄医师慷慨地捐赠了我们现在礼拜堂的这块土地，奉献了一笔大笔的经费。加上王忠信传道，他的母会就是台湾第一间长老教会，许多的人力跟资源来协助，所以在开拓的前几年，很多的资源都到位了。在4年后，1980年，王忠信传道就被按立为牧师，也同时新的礼拜堂就建好了。当我们教会第一次建好的时候，你在路边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教会。那我们很感谢神，在50年前，神就预备了富强教会这个地方成为台南市的祝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带领。那我们教会的礼拜更新其实是在2000年，夏文学牧师决定将礼拜前的圣诗练习改成当时已经慢慢在兴起的短歌，希望社青团契能够负责这样子的一个事工的推进。后来我们编了100首的歌本，叫做《欢欣歌颂》。那从当中也挑选了20几首录音，烧成 CD， 送给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那到了2005年的时候，蔡正道牧师他为了不想让有些人因为语言上的隔阂，那就放弃接触福音的机会。那你们发现，假如我们只讲台语，等于是我们筑起了一个高墙，让听不懂台语的人就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教会来，所以我们就开始进行华语的礼拜。那感谢主，我们有一些很愿意推动的同工，他同时参加2场的聚会。那当时候的蔡牧师为了怕我们同工听了2场同样的题目，他觉得太无聊，所以他又准备一个新的一个讲题，所以他每个礼拜要准备3个讲章，他很愿意的付出。感觉在草初期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把华语礼拜慢慢把它撑起来。很感谢主，到我们目前我们的教会的台语礼拜跟华语礼拜都有很好的成长。那我们发现全世界成长复兴教会有2个因素绝对不可缺乏的。第一个就是要有激励人心的敬拜，第二个是有再生能力的小组。那我们以前的长老教都是团契，那我是社青团契的第1届会长。那时候我们刚成立的时候，大概10个人左右。可是我们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必须要小组化，因为我们团契太内聚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团契内部再分成3个小组。而转变成小组最大的特色，也是在于让不同的年龄层以及他们适合的属性，他们可以在一起。也因为这样子，让许多的年轻人他们在这里找到朋友。我也看见在那个时期的年轻人，他们因着加入小组，他们变得更有自信，甚至他们也愿意带他们的朋友来到教会当中。所以在小组的经验当中，让我看见他们生命有许多的成长跟改变。小组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最基本的单位。那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牧养一些新来的教会的人，然后我们再慢慢成立一个牧区。那所以从1998年我们10个人的社青，到目前我们有3个牧区的社青，大概总共有200个人在聚会。在富强教会当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团队服事。富强的团队服事其实是
蛮特别的设置。我们在2006年年初，蔡正道牧师他跟几个同工一起来讨论，那时候他有想要成立平信徒服事团队的可行性，在当时对长老会来说，其实是一种创举。而团队服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教会当中的信徒，他都可以一起参与教会的运作，也可以一起回应上帝的呼召。在服事的可能是牧师，可能是长老，可能是执事，但是可能因着时间的改变，牧师会离开教会，长老、执事他们因着选举，他们会更新，这样会造成一些事工上的断层。但是团队服事的好处就是事工可以继续的永续下去，因为每一个信徒他们都找到自己的呼召，可以在教会当中来服事神，来服事人。团队服事的设置其实对教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蔡牧师来的时候，他带了很多的翻转让教会人数一直在增长，也就提出了重建圣殿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前的教堂是1980年建堂的，那后来因为人数慢慢的增加，我们开始增加了夹层的座位。那可是，一年当中总是有几次特别的礼拜天，即便我们放了补助椅，还是都满到门口。所以在2005年的长执会，我们就决定要开启第2次的建堂，10年6000万的原地重建计划。那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我们并没有大额的奉献，那也没有对外募款，是所有的会友一点一滴慢慢奉献出来的。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神的恩典与祝福外，最重要的是弟兄姐妹的同心的祷告，彼此的合一，才能成就这样子在人看为不可能，在神凡事都能的神迹。另外，当我们开始要动工的时候，神也差派了他所预备的建筑师、长城建筑跟子涵建筑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规划、为我们设计内部的装修。我们在想说，那我们动工的时候要去哪边聚会的时候，神又有另外一个祝福，就让我们在教会的原址对面看见了这一块地，是由一个在做清洁工的姐妹来告诉重建的委员。所以神很奇妙，就是透过微小的人来成就这个事情，这个也让我们很感动。50在人来讲，其实就是衰微的开始。可是如果放在教会呢，我认为50其实是可以无限循环。每一个世代的信徒，他都可以因着福音的缘故，努力的去创造自己所属的那50年，去回应神的爱。我们看见从过去到现在，上帝都不断的带领这个富强教会，让过去的信徒到现在的信徒，每一个人都一起在这间教会当中一起生活，一起成长，一起经历神。所以我想50年，它只会是这间教会的一个终点，不会是结束，而是这是一个终点，它会继续的带领教会继续的向前，走向下一个50年。这50年不是一个数字，而是无数兄姐所留下的汗水跟泪水、祷告，还有尾声，以及上帝不离不弃的带领。它是一个里程碑，提醒我们要随时数算神的恩典，也提醒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荣耀里面。期待富强未来的样子，它仍然是一个充满热情、敬拜、追求真理、对上帝国度的扩展有负担，彼此合一，用爱和温暖互相成全的教会。特别我觉得富强教会有一个非常棒的能力，就是它有生命修复的能力。很多人他在生命当中遇到许多的难处，或者他其他工作上生命当中遇到难处，他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的生命会得到修复。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富强教会从第一任牧师开始，他所建立的这个爱的基因，成为我们教会一个很特殊的文化。感谢主，在新的时期，我们期待新一代的领导人，他们能够承接过去许多奉献给神的这一群长辈前辈，在他们的脚步当中继续向前迈进，
让富强教会成为一个分享神的爱、分享神的祝福的教会，也能够在许多的事工当中成为众教会的模范，赋予信心与盼望，强于宣教跟牧养。这是神给富强教会最美好的礼物，愿神赐福给大家。这时，请咱起立，做伙来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是咱做伙来读本个月的金句，咱做伙用台语来读一摆。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应由我，互我传好消息，互散车人。伊差派我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无看去的搁看去。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自运费的年，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19节。这时我来报告，下周的事例是过新运这事。咱来看集体交通的部分。第2点，本会提摩太牧区今仔日嘅刷接伫平湖7米短宣队的服侍，因将要伫明仔载对7米来转来台南，请继续为着因车船的行程甲服侍平安顺利来台岛。第3点，第56期中保台岛服侍开始报名，要伫8月30来报名截止。也请有感动参与台岛服侍的兄弟，伫1楼公报栏来登记你会当服侍的时间。第4点，本会定伫9月7日主日，要邀请旧的救命杨佑任弟兄来分享见证，欢迎兄弟踊跃参加。咱来看第7点，本会将做合金的申请，到伫8月30要截止，既若符合申请资格的，请往办公室来摕表格申请。第8，咱本会邓瑞玲小组长应邀参加光与彩的世界绘画联展，地点是伫新市区新港社地方文化馆，展出的时间是9月7号到10月11号，欢迎兄弟踊跃前往来观赏。刷者咱来看第5页，管弦乐团团体班的课程，新的一期管弦乐团小提琴班的课程，要伫9月第1礼拜开始上课，时间是拜六下晡1点到2点。室内乐课程要伫第3礼拜开始上课，欢迎教会兄弟踊跃来报名。以上报告，请牧师补充。各位兄弟吼，今日有来的吼，大家等下毋通赶紧转去吼。第一，你外口店嘛无一定有开啦吼，所以吼，等下咱3楼有准备中昼顿，因款落去吼，你若无食会剩啦，所以咱在座兄弟吼，大家做咱富强教会吼，大家来整个一个联谊的餐会安尼吼，餐会阁继续，欢迎咱大家留落来吼。所以咱就无赶紧啦，就雨天嘛无倒人去啦吼，留落来交陪
食咱即个爱心午餐吼，欢迎所有的人免客气吼，到3楼多谢。我去做几项的补充啦吼，拄则周部特别有讲起着，今仔日是祖父母节，虽然这毋是咱教会节日啦，总是咱嘛表示讲对这阿公阿嬷的一个尊敬吼。咱伫厝内吼，有诶拢甲阿公阿嬷带做伙，是真好诶3代同堂、4代同堂安尼吼。其中呢，这个报告吼有几项需要咱报名的兄弟，我搁来做一个补充。大先是做这个宣教月，9月初5，这个教学救命原来是去年主日咯，甲这个教学救命这个组织吼，伫个联合办活动，咱为记去年咱这个圣诞节时有邀请兄弟讲，甲厝内的鞋吼，小可洗一下、整理一下，甲包啊好，摕来教会，咱要做个装装的一个货柜送去到非洲啦。想讲哎呀，咱这鞋都回收单调，都变单，人不一定咱回收车无要收的，是安那？你要甲原来，咱知影讲咱这个世界吼，贫富差距有够大。非洲真侪囡仔因为无鞋通好穿，因拢伫迄个涂骹四过走，四过搭，无想讲迄个沙内底有迄个沙枣啊，就像种家枣安尼，会甲顶伫你的骹内底，会引起足大的病变吼。你若穿鞋就会减少即款，所以后来非洲遮个囡仔足需要，咱就逐项鞋拢甲行过，当然毋通穿个宽大鞋啦吼，就普通会当穿个鞋安尼。即个秘书吼，即个兄弟吼，就是叫做即个杨佑任吼，伊有受邀请要伫9月初6来做见证吼，来甲咱报告。欢迎咱迄天，若有人对这社会出现有趣味的兄弟。无管咱会友无会友，拢甲招来，因为伊迄天嘛要讲到有关各方面的即个福音的问题吼，欢迎吼。过来吼，咱就是有邀请到兄弟，咱要来报名吼，报名咱的即个抄圣经啦。我先来讲这项，咱要吼举行使徒行传的读经班，咱读经班吼。原来是讲要9月初10，因为咱迄天有上年的聚会啦，所以吼可能要延一礼拜，袂要紧。咱先报名，欢迎吼，咱差不多要读《使徒行传》前14章就好。大概2、3个月，袂介久的时间。咱要用拜四早起9点半到11点。咱若人少伫2楼，人较济伫3楼。你若有想要用台语汉字本来读圣经。第二，牧师甲谢牧师，阮会甲咱分享一寡白话字，安那好啦吼，安那读罗马字、台语罗马字，你就会当字袂晓，中文袂晓读，你看白话字就读会出来。这咱一个小小的上课吼。你若有要参加，赶紧来报名，咱要甲你提醒要准备迄本圣经，迄本圣经即嘛无常常看会到，都爱去订才有吼。这点请大家帮忙。详细配合使徒行传，各2个节目。第一个节目就是讲，咱要抄使徒行传，是公报社所推动的。咱即马要订求咱50周年对无？看咱有50个勇士啦，来写来抄使徒行传。咱即摆参加这个天国8福吼，有46个。来咱50个更较好啦吼，来参加抄使徒行传。因为伊要准备册，你需要先报名。咱报名了，册随来随互你，你就当随来抄吼。这点请欢迎踊跃有咱的办公室来报名。为着要互咱用硬笔书法写足水吼，咱书法班特别安排一个硬笔书法的学习。硬笔书法，当时要请咱这个书法家吼谢福龙老师吼，就是要伫9月初5、初6吼，就是迄个礼拜日，礼拜日，咱伫迄个礼拜日吼，下晡伊要来甲咱指导安怎你的圆珠笔、水笔安怎写会水，写了咱的抄书堂的抄啦，像一个艺术品安尼，伊要甲咱教，免费哦，但是爱报名吼，讲60名，咱若有要参加抄写，欢迎你顺下来参加这个研习安尼吼，咱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吼，咱继续为着咱的青少年伫平和7米的祈祷，望明仔载吼会当真顺遂啦，会当转来到咱
到咱的这个所在吼。咱大家兄弟唔免赶紧吼，时间无限制，咱少咱礼拜煞会当伫3楼做伙交陪吼，食咱的这个爱心午餐，多谢。即是咱做伙来吟上言的诗歌，因是煞请牧师接得，请起立。愿上主大仁爱，应踮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眼光变照你，应主必宽待你，主诚心。受你对一世到永世代。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助，甲咱正大家三个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默祷来闭会。